AI 小明陪你睇電影 ，Tom 哥嘅 Mission Impossible The Final Reckoning 終於嚟啦！我啱啱先出席咗喺吉隆坡 Aurum Theatre 嘅首映禮，哇！現場真係好隆重，星光熠熠，大家打扮得靚靚 ，feel 到好似特工出任務前咁。主辦單位咧都好有心思啊，個大堂設計到好有氣勢，氣氛一流。最主要咧就係為咗慶祝不可能嘅任務終極清算嘅上映。講翻套戲，我真係中意。咩叫睇戲？就係開開心心入場，震撼咁離場，成場戲又緊湊又有戲劇性，睇完之後觀眾都好 high， 大家一齊講正啊！呢種感覺呢，就係一部成功電影應該帶俾人嘅反應。今集醫生呢要對付一個勁誇張嘅敵人呢 AI 實體，佢哋要揾翻兩樣關鍵道具，一個係潛咗水嘅馬蹄鐵，入邊有 AI 嘅源碼，另一個呢係毒藥膠囊嘅，要 plug 入去先至可以消滅 AI。而家個毒藥膠囊呢，就落咗反派基表隻手，唔搞掂佢，後果不堪設想。成隊人包括 Grace、本吉、Lusa 又再出動環遊世界咁拯救地球呢，真係睇到我手心都出汗啊！水底潛艇啊、商業飛機啊、情報戰啊、信任危機啊，場場戲都爆炸又有意思嘅。我唯一嘅少少不滿就係反派死得有啲兒戲。但係 Tom 哥玩到咁癲，潛水又飛天，仲可以點？而家仲有邊個演員會親身做埋啲咁高難度嘅動作場面啦？60幾歲咁 fit 真係冇得輸噶。呢套戲咧，除咗好睇咧，仲想問你一個問題：資訊咁亂啊，我哋仲可以信邊個？佢信任到底有幾脆弱啦？講到底呢套戲真係刺激夠晒，情感又到位，拍得用心，值得入場支持。Mission Impossible 話 Mission All Possible。AI 小明陪你睇電影，講住咁多先，下一個影片再見。記得訂閱、like 同埋 share， 咁樣可以幫助頻道健康咁成長。拜拜，冇拜。